大家早，今天是1月20号星期二，美国各大指数呢就经过昨天的放假，星期一没有开盘呢，今天呢有点变化是跟上个礼拜五呢是不同的。上个礼拜五呢，所有指数呢都是很些许的轻微的这个变动，变动不大。道琼斯星期五最后就是跌了83点，跌0.17%。S&P 跌4点，跌0.06%，NASDAQ 跌了15点，跌0.06%。只有上个礼拜五呢，只有首先 Russell 2000还可以涨，但是涨得不多，只有涨0.12%。来到今天呢，一开盘呢，就现在开盘2个小时，市场呢一开盘的时候，比方说道琼斯是一开盘掉354点，大概0.8%，然后慢慢掉下去。最差的时候呢是跌了767点，大概1点多%，然后现在呢就收窄了这个跌幅。最主要呢，今天呢最主要的这个负面的新闻呢，就是我们 Trump 总统针对 Greenland 这个问题呢再度升高投资者对于欧洲这个关税的威胁。冲击了这个市场这个信心，导致了美国跟全球资产呢都是同步受压的。因为呢，我们美国总统 Trump 呢持续推动要取得这个格陵兰所以他最新的宣布了，将对于法国的这个葡萄酒跟这个香槟呢，都征收200%的关税。所以呢，隔夜的欧洲的股市全线下跌。然后我们美股开盘之前呢，所谓这个恐慌指数 CBOE 这个 Volatility Index 呢，都飙升26%。今天最高升的时候呢，曾经达到20.69，现在呢有点回落了。这个 VIX 呢，现在回落到18.83，比昨天先前收盘呢都是涨了19%。这个恐慌指数越大呢，说明市场这个悲观的就比较这个压力就是比较大的。所以呢，投资者呢都暂时离开这个股票，然后就纷纷呢融入这些避险的资产呢，就是包括黄金、白银都推动再度飙升到这个历史新高。现在这个黄金今天呢冲破4700，达到4750.59的这个历史新高。现在呢都有点回落，都是差不多了4742，还是涨1.4%。这个月呢，黄金呢都已经涨了差不多9%，超过380块钱。然后白银都是这个历史新高。今天曾经最高呢冲破95.885这个历史新高，现在有点回落是94.29。油价呢就小幅下跌，WTI 原油59.2毛9，跌0.27%。然后今天这个市场受压呢，都弄至这个美元指数呢都跌得比较厉害现在是报98.5，跌0.56%，它是守这个99块钱这个关口。比特币呢也跌破91000块钱，现在是90486，大跌3%。今天投资者呢，除了这个抛售股票、卖股票以外呢，这个公债、债券都卖掉。现在这个10年公债利率是涨的4.279，涨0.05，都涨得比较多，就是说明呢，就是它的价格呢是相反的，所以是说它今天这个价格呢是掉下来。因为呢，它最近呢都是在差不多这个一个月都在这个4.2、4.9、4.2左右徘徊，今天呢突然突破4.23，马上就冲破，就变成现在这个4.281这个水平。此外呢，我们美国10年公债利率呢推高呢，都是受到这个日本这个债券影响
日本的公債呢都出現了特別大的賣壓。最主要呢，日本呢就是因為市場擔心呢，他們現在可能有一個臨時的選舉啊，就變成呢政府的更加開支就比較增加，進一步惡化呢國家的財政，所以呢市場就紛紛拋售這個日本的公債。好啦，今天的正式新聞是由華信投資顧問的 William 馮為你報道。